没有，那让我做啥？那个改行了，哦，改行，菜市场混不下去了。他混不下去，我就是不学包皮蛋，我包了几十年的皮蛋了，我远这次又来包皮蛋。你不得了，包皮蛋了，你怕是菜市场那段时间没得菜偷的嘛，没得菜卖的哟啊。哎，没菜就是偷不着菜了。那样的皮蛋好吃啊？我皮蛋好吃啊，绝对好吃，绝对好吃，不在假货嘛。不在。那我开一罐看喽。要得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你看好不好啊？也确实不错啊，确实不错啊以后的，那了几十年了。嘿，我陪酒。啥子陪酒？你把我当果子了不陪酒？你皮蛋个人溜花的抓不住，你真的是。皮蛋花，你这没用的皮蛋花。啊，我还给你呀。啤酒，陪酒。我的买了不得黑了赔酒。买了。你不摊出去提了嘛你？提了多好听，你怎么提哦？早就给你赚起来，你够不够啊你？全部买了，快点，给我跑好。包姐，老子嘛，这个社会有钱就是大哥。你有钱好狠呐！说有钱不卖给你，那咋不卖啊？有啥子你有钱了，有钱人们不卖货。好狠呐！你有钱。你有钱好要不要哎呀，不卖了吧？不卖我走了哟。你走了走噻。开玩笑的，快全部给我包起，我还买了。哎，啊，好。